琴日超過200幾萬人睇我食呢件蜜糖燒鱔雞，仲好多人問我地址喺邊，我真有啲不知所措。因為琴日呢喺一個釣蝦場裏邊偶遇老闆冬天買剩嘅2隻鱔雞，於是我哋用茂名串燒雞加廣州蜜糖做法搞咗佢。你哋要地址呢，真係俾你哋唔到，因為我調味我醃同埋我自己燒嘅。於是就有今日呢一期蜜糖燒鱔雞家庭版同大家分享。嗱，雖然就唔係炭火，但係屋企復刻咧都有90%嘅還原度嘅。於是今日咧我又去釣蝦場，將老闆最後一隻鱔雞賣埋佢。其實呢個雞種咧就係竹氏1號清遠醃雞，莫氏雞煲咧都用呢個雞種嘅。洗乾淨之後一定用廚房紙吸乾水分，然後開始醃製調味，冇比例嘅，自由發揮啦。鹽、糖、豉油、少少老抽，整色整水。有條件嘅仲可以放啲燒烤汁，先撈均勻，然後再放薑、洋蔥撈埋一齊。關鍵係呢一步，加啤酒去醃，雞肉會更加之嫩滑。當年呢喺茂名偷師學翻嚟嘅。醃製15分鐘，烤之前呢記得喺表面塗層花生油。空氣炸鍋170度烤6分鐘，然後適當反身。再入爐170度再烤5分鐘，一共11分鐘，其實到達咗最佳狀態啦。關鍵係最後呢一步，上蜜糖，上多幾層，正面反面都要，再次入爐180度烤多1分鐘。正如你哋所講，臭嘅、酸嘅、冰鮮雞唔好食嘅，蜜糖燒鱔雞家庭版搞掂咗啦。唔好再問我喺邊，我喺屋企收藏好啦，唔使多謝。得閒評論區交作業啊，拜。老細點個關注咧。